现场和网络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开始今天的礼拜。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预备心。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将那平安赏赐给我们。你的眼目看顾全地，你的慈爱永不止息。祈求你帮助各国的政府，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有从你而来的合一，治理照顾这地的百姓，做出正确的决策，共同做好防疫的工作。感谢主耶稣，你的复活带来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祈求主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使无论在现场或网络上的弟兄姐妹，都能得着你话语的启示，灵里的安慰。孩子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领受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章1到20节。撒母耳记上1章1到20节。翻到后由我来念，大家一起来看。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舒服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2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
毗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那里有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我有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1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人，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眷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1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首先祝福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一天新似一天，一生蒙福。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总有几个日子、节日，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例如今天的母亲节、家人的生日，或者是我们受洗的那一天。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和上帝祷告的时间、日子是什么时候？而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信主第10年而已，所以我努力的去回想我第一次和上帝祷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说真的，我还真的记不起来，只有10年而已，我就记不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浮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有一个女子跪着、趴着，在十字架主堂的前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里没有灯光，只有像十字架发出来的微光。那里也没有任何人，只有十字架跟这位女子。你们知道这个女子是谁吗？要不要猜一下？没有人猜哦，那我只好说，那个女子就是我。于是乎，我就有这个画面之后，我就开始去搜寻这个画面是在什么时间。于是乎，我搜寻到的记忆是在我还是慕道友、还没有受洗的时候的前几个月的某一个晚上。所以我想我会以这个画面、这个时间点成为我自己觉得我第一次跟上帝的祷告，就在这一个时间点。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那一天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就像哈拿一样，没有讲什么话。我想祷告内容就是哀伤痛悔的哭泣声吧，哀伤痛悔的哭泣声。因为诗篇51篇17节说：“哀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哀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而这样哀痛，像我一样这样哀痛的祷告，其实也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哈拿这个女子的生命中，这个故事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以利加拿呢，他是以法莲人，那他有2个妻子，一个是叫哈拿，另外一位叫毗尼拿。哈拿呢和以利加拿结婚之后，并没有生下任何的孩子，可是毗尼拿有帮以利加拿生了孩子。以利加拿呢，每一年都会带着家人妻小啦去示罗这个地方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其实，在以色列，古以色列大部分其实都还是一夫一妻制的。那可是圣经上，例如说所罗门或者是大卫，他们有许多的妻妾，可能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而其他的人他可能娶了不止一位的妻子，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因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一个女子不生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羞辱。所以说，我们神学家推理，可能以利加拿娶了毗尼拿，应该是基于哈拿不能生育这个理由。以利加拿呢，我们刚刚经上有讲到，以利加拿非常喜欢哈拿。所以他每一年带着这家人去示罗献祭的时候，在分配祭物的时候，他除了给毗尼拿跟毗尼拿的儿女应有的一份之外，他每一年哦，不是只有1年哦，他是每一年去献祭的时候，他给哈拿的都给他什么双份。所以他这样子的喜欢哈拿，偏心于哈拿这一种的互动，导致于毗尼拿非常生气，于是乎就常常因为哈拿不能生育这个事情，就常常激怒谁？激怒毗尼拿，就激怒哈拿。其实，在利未记、民数记跟撒母耳记中，都有描述以色列他们的献祭之后，他们的献祭的目的，还有他们的献祭的方法，
以及他们献祭之后的这些祭物怎么分配。那其实他们献祭有5种方式。第一种是燔祭，燔祭是当时最常用的祭物。那个献祭的祭物是要全部烧掉，不管是祭司或者是献祭的人是都不可以吃的。第二种献祭方式是素祭，素祭呢是只有少部分，一少部分是把它烧掉作为纪念。那留下来的大部分的都是留给祭司在日常生活中啊使用，提供给祭司的吃喝的、吃用的。第三种是平安祭，平安祭呢是祭司跟敬拜者在上帝、在神面前一起集体用餐，就是献祭完之后就在当地，然后大家祭司或献祭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把它吃掉这个祭物。第四个是赎罪祭。赎罪祭的规定是，只有祭司是所有的祭司跟一般百姓都可以吃。那最后一种，第5种是赎愆祭呢，是祭司跟男丁，就是男孩子，只有祭司跟男孩子可以吃这个祭物。所以从这5种献祭的方式，加上我们今天经文所说的，其实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以利加拿跟家人可能去献什么祭？应该是神学家推理是平安祭，因为他们的家人跟祭司是一起在那边集体用餐的。好，可是毗尼拿见1章6节，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这边对头是什么？我们中文会觉得好像是仇敌嘛，对头，我跟你是对头。可是实际上，对头在希伯来文这个指的意思是指第2个妻子。所以1章6节是说，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以利加拿的第2个妻子。所以对头的意思是指第2个妻子。我们会以现在，其实我以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毗尼拿就是那个好像是现代所谓的小三啊，或是第3者。可是，如果我们透过这样了解刚刚我所说的历史背景，其实毗尼拿不是也只是一个老公、先生、丈夫不爱的一个女子而已吗？在1章10节啊，他说，当哈拿被毗尼拿激怒的时候，哈拿其实啊，他并没有上演我们常常看的8点档的戏码，就是对骂或吵架。哈拿他除了来到圣殿哭泣，用哭泣宣泄他自己的情绪之外，其实哈拿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哈拿其实他就是在圣殿里跟上帝祷告，因为他很清楚，唯独透过祷告，将他的倾心吐意，将自己的困难告诉上帝的时候，他的问题，他内心的安慰，他生命的帮助，也才可以透过祷告来寻求这样的解决跟安慰，跟让他继续努力往前的生命的一个方式。可是1章1到11节，他叙述说哈拿的许愿是这边。等一下这段经文要请大家等一下也特别留意，因为等一下后续有一些神学我们要去思考的。1章11节，哈拿的许愿是这样，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就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我们要知道说，什么叫做不用剃头刀？不用剃头刀用剪刀吗？不是这个意思。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是当时对拿细尔人的3个要求的其中一个要求。它是对拿细尔人的要求的其中一个要求，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第2个要求是不可以喝酒。第3个是不可以碰到死尸。那我们会想说，那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对他有这些要求？
在民数记3章41节啊，耶和华有提到，我们的上帝有提到，他拣选12支派的哪个支派可以在圣所服侍？对，利未支派。所以所谓的拿细尔人，就是不是利未支派的这些被拣选出来的利未支派，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段时间可以分别出来去圣殿服侍上帝的。我再分享一次，所谓的拿细尔人，就是不是12支派里面的利未支派里的人，他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可以到圣殿服侍上帝的人，就叫拿细尔人。但是在这边很特别，耶和华却使用撒母耳不是一段时间，是一生，而不是一段时间。那我们再分享一个圣经经文，就是说，刚刚讲到不用剃头刀剃头，拿细尔人如果剃了头，会怎么样？在士师记的参孙，大家应该都很熟知他的故事，他就是拿细尔人。那参孙呢，他不能剪头发这件事情呢，他告诉了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女子，但是大利拉这个女子叫大利拉。大利拉呢，她本来跟参孙在一起，就是有心怀计谋，有一些心机在。所以呢，大利拉几次在询问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那直到参孙第3次才告诉他说，他是不能剪头发，他是拿细尔人，如果剪了，可能就会失去这个上帝赐给他有很大力气作战的这个大能的勇士的这个恩赐。于是乎，原本就心怀诡计的大利拉，他就在参孙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头发剪掉了。于是乎，参孙他就失去了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大能勇士力气的这个。那今天我们不在参孙这边多做一个分享，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看士师记。还有再来1章15节，还有一个就是要圣经让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如果手上有圣经的，你们可以看1章15节，我们会觉得说，哈拿说：“主啊，不是这样。”他不是他这边不是刚刚是在跟祭司以利说话，怎么又跳到是跟主？他这边的主啊。他指的是哈拿对以利祭司的尊称，是哈拿对以利祭司的尊称，跟我们所谓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我们说上主是不一样的。希伯来文是不同的字，只是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有这样子主跟上主这个部分，所以在这边我们需要厘清一下，他是哈拿在跟祭司的对话。那刚刚怡君有分享说，在1章11节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段经文，就是说不知道你们，我从以前一直读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可以像哈拿这样子，好像类似条件式的祷告吗？就是说，上帝，你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你如果答应我的这个应许，就是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一直在想，是这样子吗？可是直到在今天在准备前几个月就已经准备这张经文的时候，我总算在读过很多次的这个经文，我总算从明白，其实这个不是所谓的条件式的。在1章17到18节，以利跟哈拿其实都在他们的互动对话当中跟祷告当中，其实他们都已经在告诉我们，其实祷告能不能蒙应允，主权在谁？不是在我们自己，是在上帝。怎么说嘞？在1章17节，以利对哈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允准你向他祈求的，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祈求的。”以利祭司其实在这边，他并没有代答上帝说：“
啊，你祷告绝对上帝一定会让你的祷告成就，他没有。这也是我们生命中要提醒自己的，我们不能代替上帝回答别人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有从上帝来的话语去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所以以利祭司他是回答哈拿，只是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而第二个1章18节，哈拿其实他也不是用我怎么样必怎么样，只是我们在从希伯来文、在英文、在中文翻译的时候的文法上，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在1章18节，哈拿也是用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说：“愿我在你面前蒙恩。”哈拿是说，祈愿我自己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蒙连续、蒙恩惠。他并没有像我们中文翻译的是说，你如果这样，我就怎么样。跟一般的一些我们可能在信仰上祷告，我们渐渐要有这样子的调整。怎么说呢？神学家路易斯曾经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有2次不蒙上帝的应允，于是乎他对这个信仰非常大的震撼跟冲击。他的祷告是这样：有一次是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就跟上帝祷告说，希望上帝可以医治他的母亲，让他的母亲可以好起来。可是实际上他母亲没多久就离世了。而路易斯他在第2次祷告是在他母亲离开后不久的时候，发现他太太罹患了骨癌。他一样再次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太太的骨癌，让她好。”可是呢，这一次你们猜有没有好？医生说你太太骨癌好了。于是乎，路易斯以为说啊，这次上帝总算垂听我的祷告，要医治我的太太。可是因为医生的误诊，其实他太太真的没多久，真的就也离开了。这个时候，其实神学家路易斯他对这个信仰开始怀疑，觉得我的上帝是慈爱我的，上帝是爱我的吗？于是乎，他跟神的关系有一阵子是在一个所谓的拉扯、摔跤的过程。可是感谢主，神掌权在每个人生命中。他突然有一天，他浮现了一句话，他这句话是说：“祷告若单单追求应允，那岂不成为强求上帝吗？”他说：“如果祷告单单只是为了请上帝答应我所要求的，那我就是一直在要求上帝的意思嘛。”那他也有一个反思，那我自己会期待自己也常常被人家要求吗？因为这句话的浮现，让路易斯神学家路易斯总算知道说，他所谓的信仰不是上帝什么话都要听我的，那否则我们就变成上帝啦，不是天父爸爸是上帝了，不是吗？而在圣经里的马太福音26章39节，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其实他的祷告我们都知道也是没有应允，不是吗？他的26章39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再念一次：“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谓照主的你的意思，就是天父的旨意的意思。也许我们在信仰中，包括我自己，我们会怀疑说：“我的祷告不蒙应允，是不是我的善行、我的行为不够好？我祷告不蒙应允，是不是我什么所谓的咒诅啊？所以我没有这个资格配得。”甚至就像刚刚路易斯神学家一样嘛，他不蒙应允的时候，他就怀疑他觉得怀疑我们的上帝，怀疑这个信仰。但是改革中神学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
有告诉我们、勉励我们，他说：“祷告是对上帝信心的行动。我们祷告是我们要领受上帝信心的行动，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了，祷告是为了求上帝通通答应我们的要求，而是一种我们对上帝信心的一个行动、行为。也是祷告，也是我们能够天天领受上帝恩赐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我们必须今天要有一个更清楚对我们的信仰了解，就是说我们常说啊，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基督徒要有信心啊，我们宣告信心。信心不是我们嘴巴说要有信心，呼口号就好。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需要透过祷告来寻求上帝将这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是要透过祷告寻求上帝将这样子的信心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是这么渺小，只有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有圣灵的果子啊，有结出一棵树8个面向的果子这样子的恩赐，或者我能够操练方言，我会做什么事。上帝全能，它不包括这么狭窄我们所认知的。包括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从上帝来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求上帝将这个信心赏赐给我们。那这样子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祈求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就是圣灵，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自己在那边呼口号宣称啊，我有信心，我有信心，那是不够的。有点像那个强力胶一样，你自己用那个什么所谓口红胶嘛，口红胶是不是现在这样子涂粘了之后，没多久那个是不是就会掉了？我们的那个所谓对上帝的信心要固着，要坚固，不是那种所谓的口红胶粘一下，然后日积月累就吹散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要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坚固在我们心里。我们的信心才可以在基督的磐石里建造。那既然祷告是我们操练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天天领受上帝的恩赐，那我们应该如何祷告，才会成为就像哈拿，就像我们大家在生命中，在我们日常生命中才可以产生力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别人祷告为什么他信心那么大？我每次祷告怎么某些事就觉得自己好像祷告对我没什么帮助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有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祷告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有的原则跟态度这2个面向来做分享。什么是祷告？以及我们祷告应该有的原则跟态度，这2个方面分享。祷告呢，是我们第一，祷告是我们跟上帝的沟通。我们说要沟通嘛，要有沟才会通嘛。沟是不是一来一往？我们在清水沟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这样嘛，一来一往它才会通。所以祷告是跟上帝的沟通，除了我们要跟上帝祷告之外，我们跟上帝说之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要去听。如果都是讲上帝你让我怎么样啊，答应我什么啊？可是上帝也许虽然没有，我们会觉得上帝没有应允我们祷告，其实我们忘了一个法则，就是其实我没有去听上帝为什么现在没有应允，那他不应允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听，我们会误会上帝好像说是慈爱，实际上他根本不理会我们。那原因在哪？原因在我们自己不听上帝的话。所以祷告是跟上帝的沟通，代表了说和听这2个面向。还有同时祷告呢，是我们将自己心里的感觉很真实的告诉检查我们人心的上帝。
我们都如果有当过，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当过母亲、父亲的都知道，只要儿子、女儿说谎，结果其实我们都嘛知道他有没有说谎，即使他装得很像，其实早就知道他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我们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说谎，说的跟实际上不一样，他会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放心，上帝慈爱，他知道我们在生命重新建造的过程中，即使有一些不适当的，他一样透过祷告，我们的说跟听，还有行为的调整，其实我们上帝会让我们这样子慢慢生命建造起来。所以祷告一定要诚实。可是你说，我在过程中好像刚开始不是那么诚实，因为我怕我说了这个好像很丢脸，对上帝跟上帝讲这种话，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我犯了什么罪，贪个小便宜啦，或做了什么错事，好像不敢跟上帝讲。我要在这边分享，大胆的跟上帝讲，但是讲了之后不是继续做，讲了之后是要跟他听他怎么说，我们要去悔改，要去调整。第三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其实对信心的操练，刚刚说过，我们就不再多说。其实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上帝。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是怎样？他虽然心里会害怕，被钉十字架，被这样子打，你不怕吗？当然怕，耶稣也怕。可是他将他的害怕是透过祷告寻求上帝的安慰，但他也谦卑的说是寻求上帝的旨意心意。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改变，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祝福跟心意。最后，祷告是什么？祷告其实也是上帝交托我们、安慰我们的事。其实，在注释本里面，其实他用比较严格的，我是有修正过。他说，祷告就是对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我听到要求，我想好像我们的天父好像会怕被大家误解他这么凶，可是实际上就是如此。例如说，我们也会规定孩子，你就是要这样子。我们天父因为爱我们，他也是这样，也会要求我们。我在这边只是说交托，是修正一下，不想吓到我们大家。但实际上，他的确就是祷告，是我们身为他儿女该做的事。为什么？这不是我说的，在腓立比书4章6节，他是说怎么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这就是他要求我们要做的祷告。例如说，从小母亲节，我们父母都会叫孩子小学的时候9点上床，这也是一个要求啊。那为了是要让孩子有正常的睡眠，隔天才可以好好睡觉，起来上学。那天父要我们祷告，同样是这样，希望我们能够跟他能够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跟心意。好，接下来第二个是祷告的态度。我们都有曾经不管已婚未婚，我们都会跟家人或者同事朋友出去玩。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会说要找到5星级，不管是价格合理，或者是非常感觉，即使它只有3星级，可是实际上去的时候感受是像5星级的感觉。然而，我们跟上帝的祷告，就像我刚刚说，跟上帝的祷告就像是跟他沟通、跟他约会、跟他交谈。那我们的心不是天上星星的那个心。我们所谓的5星级跟上帝祷告的态度的5星级，这个心是什么心？是我们与圣灵贴近的心。我再说一次，所谓这边的5星级，是我们应该要与圣灵贴近的心来跟上帝祷告。那这5个心，我们第一个是要以敬畏的心来祷告。敬畏的心呢，就是专心的心，不是有口无心。轻率的态度跟上帝约会、聊天、讲话，
也就是祷告。我们都有经验，例如说，我们今天在跟别人约会讲话，不管是在家里吃饭，或跟谁约会，或跟同事聊天，如果他讲话的时候，他根本不在意，可能滑着手机，这样子，或者小孩子回应父母什么知道。我们这种所谓没有尊敬对方的一个心态，其实如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祷告、礼拜，我们要操练的是什么？我们要操练的是说，我们很清楚的去反思，凡是会让我们，不管是人事时地物，会让我们跟上帝在敬拜、在祷告的时候，会让我们分心的这些试探、这些诱惑，我们都必须要去做一些的排除。例如，我们就要做礼拜前，我们是不是应该10点开始？我们可能就一些家事什么，就可以先做好预备规划，时间点提前到，就把视频打开。或者是会影响我们沟通，会影响我们进出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找一个地点，是不会让我们在敬拜、线上敬拜干扰我们的。例如说旧约的时候，他们会用双手这样子祷告。那他这样子祷告，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祷告比较敬虔，比较会蒙上帝应允吗？不是的。在旧约里，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是提醒他祷告的人说：我现在祷告的，我的对象是上帝，我必须要思念、思想，我是在跟上帝祷告，跟上帝说话。所以他这个动作，不代表你比较敬虔或不敬虔，而是提醒自己，我现在是跟上面思想上面的事，不是在这边滑手机。好，第二个字，谦卑的心。这边所谓的谦卑的心，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有限。这边的承认自己的有限，不代表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要误解了这个意思。这边的意思指的是说，我们应当谨慎，我们不应该把祷告流于成一种形式化。或者说，祷告既然是刚刚我们说腓立比书说的嘛，4章6节说，要身为基督徒儿女就是要祷告嘛，好吧，我就祷告啊。不要把祷告当成是一种好像形式化的尽本分。我们要尽本分，但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尽本分，而不是形式上或者嘴巴说，但实际上想的不是跟上帝要祷告的内容。或者是一种所谓的以谦卑的心，是一种不要一种冷漠的心态。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就是我所祷告的内容，跟上帝祈求的，我们可以更敏锐、更谨慎、更鉴察自己的心，说我所祷告的是不是我真正自己想说的。包括使徒信经1个礼拜一定会说1次嘛。那像我们在台神的时候，我们院长会提醒我们，念每一句使徒信经的时候慢一点，但每一个字你真的是扎心在心里的承认，不是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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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打字嘚嘚嘚就这样过去。那也因为在这样子院长的提醒之下，其实我发现我在祷告的时候，真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谦卑，真的是顺服在上帝的话语里。而第3个的心是悔改的心。悔改我们常会很以为是行为上说啊，你做错事要悔改，行为上要去改变、去调整，这个只是这么一个单独的一个面向而已。而这边悔改的意思，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说，改变意图。什么是改变意图？改变谁的意图？不是改变上帝的意图。改变意图是指改变我们原本以自以为中心的这个意图，然后呢，360度的转向上帝，360度的转向上帝。
顺服上帝的旨意心意的这一个旨的心，也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悔改的心不单单是行为上的改变，而是我们内心里顺服上帝的旨意，把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360度的全然转向，寻求上帝的心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悔改。但是悔改的过程，转向这个过程，一定就如雅各书说的，还包括行为上的调整。这两者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悔改啊，不是说好我今天悔改，我今天回转向神，今天礼拜天主日我悔改，明天礼拜一之后我又开始照着自己的意图做。悔改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为儿女一生，不是一次性的悔改，是一个生命历程的悔改。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回到永恒的天家的时候。悔改不是一个事件，不是一天，而是我们一生操练的功课。第四个是以信的心来祷告。什么是信？其实我在信主的时候，我信，可是说真的，我信谁我还真的不知道，只知道耶和华，只知道上主，有知道耶稣，好像有时候还听到有圣灵。加尔文说，我们在信仰上，基督徒在信上不可以有只是在刚开始相信信主的时候的潜在信心，不可以只有潜在信心，就像好像一颗种子，你只是在一个潜在的一个表层的一个信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信的以信的心是要怎么样的操练？第一，我们要认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唯一的信仰对象就是谁？上帝，上主。而且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要相信上帝因为怜悯我们、爱我们，让我们在心思意念上是罪人的时候，他因着他对我们的慈爱，他透过基督耶稣拯救赦免了我们的罪，拯救赦免了我们的罪，将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义人，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信称义。但因信称义不是中文上4个字而已那么好念，而是在信仰上操练一生的课程，不容易。所以当我们知道祷告对象是上帝，而且他对我们的拯救如此的恩典，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唯一信的就是上主上帝，然后我们犯了罪，他就是赦免掉我们一切的罪，但不代表我们就没罪哦，他只是赦免。但是如果说我们这2点不知道上帝是谁，也不知道他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怎么会去珍惜跟感恩跟很非常的就是说这个信仰，我要去感恩上帝，我要回应上帝。当我们不懂得珍惜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好好把它放在我们心里珍藏吗？所以我们透过祷告跟上帝有更深的连结，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恩惠不是只有圣经上中文字上所说的恩惠，而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的事上经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真的，我珍惜这个信仰，我信上帝为是我唯一的真神。而最后一个的是我们要以真诚的心，这边真诚的心是指一个我们内心里其实祷告其实就是一个敬拜，祷告就是一个敬拜，不是只有在唱圣诗或敬拜赞美的时候那个才叫敬拜。
我们祷告就是在跟上帝敬拜，而我们常常有些教会会有跑上说，敬拜前、礼拜前都会跑出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这边所谓的心灵诚实，是我们自己自认为的心理诚实，还是什么诚实？我们在心灵和诚实里敬拜上帝，是自己以为的、自以为中心的诚实，还是在什么地方诚实？这边所谓的心灵诚实，是指在上帝的灵里面的诚实，就是在圣灵里面的诚实。所以，当我们真诚的心，是指在上帝的圣灵里和上帝的真理里。真理就是圣经的话，但圣经的话有时候会有我们自己的解读，需要透过圣灵一起带领我们才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心意。在疫情期间，也许我们会觉得，今天看到大家，我们教会陆续又有很多弟兄姐妹回来在实体礼拜，很感谢神。我们会觉得说，在疫情期间，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互动减少了，或者是说，在小组的一些扶持可能也变得比较没那么频繁。我们也许不管是牧者，或者是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些担心。然而，其实，在上帝的眼光里，这个时候不是我们不看人，而够转身自己的意念，多跟神沟通，多跟神祷告的最好时光吗？疫情期间，不是我们就是可以不看人，更多的时间跟上帝约会，跟上帝祷告，寻求他在我们生命心意里面最好的时光吗？在这个故事，今天的经文，哈拿的第1章1到20节，是哈拿叙述哈拿故事的一个经文。在2章1到10节是哈拿的祷告内容。哈拿的祷告内容呢，也许我们看了会觉得好像不是真的看得那么懂。实际上呢，哈拿的祷告就是当时的他们的所谓的中文语境嘛。那其实即使我们不是那么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要邀请大家，也是要来做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其实我们今天要透过的是主教导我们的祈祷文。我们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祈祷文来延伸为一个祈祷文。我刚刚再讲一次，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衍生为一篇祈祷文。那这一篇祈祷文，我们就是用所谓的主祷文的一个大纲，加上我们今天所带入的一个经文，自己的祷告词。那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写信的人，我们同时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也是在宣读的时候，我们也是那个送信的人。那就如我刚刚一开始的分享，其实我在未信主的时候，我还是慕道友的前几个月，其实我可以到现在真实的感受到说，当我还是一个未蒙他已经还没受洗的时候，其实上帝我哀伤痛悔的祷告，他也垂听了。所以不管是现在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直播弟兄姐妹的家人，或者是你第一次正好看到这个视频的，我都期待，如果你可以邀请大家，等一下在这个宣读这个PPT 上的祈祷文的时候，我们用刚刚我分享的这个祷告的一个态度原则，我们等一下一起可以慢一点来宣读。但是在宣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真的是知道我自己念的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用这个主祷文，那我带着大家一起念，请。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孩子们以敬畏真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孩子们需要你的怜悯，
求你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我们才能离弃从前的意念，穿上新的意念。祈愿这地的所有百姓都能尊你的名为圣，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仍深信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手仍要使用我们的生命，传扬你福音拯救的大能。祈愿我们心思意念一心归向你，内心一天心似一天。祈愿你的国度天天增长，人才兴旺，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帮助我们除掉一切傲慢，彼此和睦，圣洁行事。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你那荣耀的国度就彰显在这地。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保护我们，引领我们，供应我们。你约束我们远离那没有节制的欲望中，因着你的恩典与怜悯，赦免我们一切所欠的债。在大灵大人的护庇和帮助，使我们胜过一切试探。祈求你帮助我们有与人和好的心肠，恩待彼此。你的话是我们的盾牌，你的灵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一生至终胜过一切的试探与凶恶。特别祈求你赐福带领桃园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与你的福音有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像往常一样希望我们自行来阅读周报的报告的内容，也请在网络上面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一样来看我们赖群组里面的资料。那在这边特别的再一次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母亲，你们过去的辛苦，以及上帝使用你们，将产业儿女赏赐给你们。也让你们成为福音的出口，将这美好的恩典传承给我们的子女。辛苦我们每位母亲。那我们的天上的父，我相信他也不是只有父亲的这个面貌跟角色而已。其实我们的天父也像母亲一样，有温柔，然后等候、包容我们的心。那今天在这边特别也提醒等一下在礼拜结束之后。我们的财团法人临时董事会要在701教室要来召开，那请我们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在现场的董事记得在礼拜过后我们一同来到701教室来开会。那顺着刚刚我们怡君神学生在这边的分享，相信过去3个礼拜我们可以从桃园教会事工群组看到牧师。礼拜2到礼拜5的这个导读，其实这导读就是有关于操练我们祷告的态度啦。刚刚怡君神学生有说到，祷告不是只有跟上帝交代完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只要上帝听我们的话，
其实导读就是我们先静下来，听上帝说话，听完上帝说话之后，你再来选择要怎么样跟上帝说话。那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透过我们每一天导读的资料来学习如何跟上帝祷告。那礼拜六其实牧师也有准备马太福音的这个导读，那希望我们可以在线上一同来读这个马太福音。那在这边也要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就是怡君神学生他的实习到5月底就要来结束了。那很可惜，就是说因为疫情关系，大家都在线上没有在现场，好不好？我们在这边也鼓掌感谢怡君神学生在我们教会的学习以及在这边的服事。那希望我们继续为了怡君他在学校不管是课业或者是往后牧会的这路程，都有主上帝的保守及看顾。那最后，请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起立，那也邀请我们在网络线上的弟兄姐妹用诚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请坐，我们默祷散会。